后来有乡亲啊，这个振兴3倍券到底要安怎来使用呢？来看这个报道，你会愈清楚。来到台中逢甲上宽经营馆，敢唔当刺激消费？团员讲有淡薄烦恼，因为上加平价200块，30、50铜板价，你拿这个200块又不能找人，长春夜市，我觉得机会就不大。 答案是可以，也是不可以，因为原则上来讲呢，振兴券是不可以找零的。不过呢，如果你跟业者呢或跟摊贩之间有取得共识，他愿意找零钱给你，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找零。除了讲会当提起单啊，是讲实体商店买物件，经营馆敢会当伫网络顶馆买车票，会使哩；敢会当买演唱会门票，会使哩；敢会当买乐透。 嘛会使哦，蛮有趣的，但是我不会买。基本上只要是实体的商店，拢会当使用，但是买分袂使哩，买礼券袂使哩，经营馆缴税袂使哩哦，缴罚单袂使哩。啊，若买股票咧，当然嘛袂使。无实体的商店的电商也是网络顶馆买物件嘛袂使哩哦。不能网购吧？对，就是有点可惜。另外嘛有人想讲要和厝内底的人也是朋友集资来买较贵的物件，安尼敢袂使哩？ 会使哩哦，就可以买贵一点的东西，家电之类的。但是，敢若会当用实体的经营馆集资，如果是电子支付，还是讲信用卡，行政义工系统无法度处理，所以袂当用来集资使用。